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燒肉。我今日呢嚿五花腩係800個 gram， 需要一陣間掹起咗啲毛，有一煲水煲滾佢。而家水滾啦，較去中火，落1湯羹醋，落半茶羹鹽。擺嚿肉落去裏邊滾佢8至10分鐘。而家10分鐘後啦，我熄咗個火，將嗰啲肉擺喺嗰個熱水裏邊嚟到浸佢10分鐘。而家10分鐘後攞佢出嚟，開水，開凍水洗一洗佢。揾把刀，輕輕嚟刮一刮嗰啲污糟嘢喺個皮嗰度，抹乾佢。而家佢稍為凍咗啲之後，我抹乾淨佢，跟住揾一支竹籤，要篤好多個窿，成個皮全部都要篤窿。你吉完佢之後，你會見到有好多水嘅，咁你抹一抹佢。2茶羹冧酒，搽落肉嗰啲地方嗰度，捽下去，好似按摩咁，等佢嚟到入味。而家我搽完晒酒之後，個皮嗰度濕濕地，我抹乾下佢，跟住2/3茶羹嘅鹽。好似按摩咁嘅樣，喺嗰啲肉嘅地方周圍嗰度搽佢，跟住剩低嗰啲就搽落個面嗰度，搽勻佢。我而家插4支鐵枝喺度，等佢一陣容易嚟到晾住吹乾。面上濕嘅咧，我再抹下啲皮，跟住擺1/4茶羹鹽喺上高。又係咁樣捽勻佢，等佢入味，跟住等佢吹1個鐘頭。而家1個鐘頭後，個肉上邊嗰啲水我抹一抹佢，呢度1茶羹菜油，輕力搽喺嗰個皮上高，薄薄地就得㗎啦。跟住擺佢落嚟呢度，焗爐上下熱度170度，已經喺10分鐘之前熱咗佢。下低放一盆水，要放多啲，跟住呢個肉擺喺第4層，焗佢1個鐘頭。而家1個鐘頭後啦，我熄火。攞佢出嚟，攤凍20分鐘。而家20分鐘後，我揾一張紙，輕力撳一撳上邊嗰啲油，跟住揾個竹籤，揼少少鹽喺上高，又再等佢1個鐘頭攤凍。而家又1個鐘頭後，我揾張紙掃一掃嗰啲鹽走，跟住又係咁再吉佢，吉好多。吉完咗佢之後，跟住1/4茶羹嘅五香粉。搽落肉嗰啲地方嗰度，捽佢，等佢入味。焗爐250度，喺15
5分鐘前已經焗熱咗佢，下低最緊要加補水，將個肉擺喺中間嗰層，焗大約13至15分鐘。而家13分鐘後，我攞佢出嚟，一湯羹蜜糖，溝大約1茶羹水，撈勻佢。而家撈勻咗啲蜜糖同埋水喺啲肉嗰度，周圍咧輕力嚟到掃一掃嗰啲蜜糖水。我而家搽完嗰啲蜜糖水之後，見到上邊仲有一啲咧，如果係未起泡嗰啲，再吉佢幾下。再擺翻入個爐嗰度，再焗乾佢幾分鐘。而家2分鐘後，我熄咗個火，打開對門，等佢15分鐘凍。而家嚿肉拎出嚟，有啲地方黑黑地嘅，我刮一刮佢，跟住反轉佢。燒紅個鑊，落1湯羹油。有陣時嗰啲燒肉第2日食嘅時候就唔係幾好食嘅，所以我哋就炒翻熱佢，落一啲蒜頭，炒香啲蒜頭片先。而家炒香咗啲蒜頭片，倒啲燒肉入去裏邊，炒到佢兩邊少少淺啡色。半茶羹糖。2湯羹豉油、生抽，3湯羹水，撈勻佢，倒喺上高，炒到大約乾身啲就可以㗎啦。炒嗰啲而家擺呢度上高，呢一邊嗰啲就係焗出嚟嗰啲燒肉。擺少少葱喺上邊。燒肉就做好啦。我多謝你哋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再見啦。